抱擁這分鐘，今日繼續去體會呢係聖經裏面大衛係點樣嚟到去抱擁自己嘅心。喺詩篇56篇嗰度，佢述說呢係大衛呢佢一個嘅心聲。佢話：我幾次流離，你都記數。求你將我嘅眼淚裝喺你嘅皮袋裏面，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嗎？我哋彷彿體會到呢，大衛佢諗返佢一次又一次嘅創傷啦、失去啦、分離啦、哀傷啦、破碎啦。佢返到佢心靈裏面，每一次呢啲嘅記憶嘅裏面，當佢一路咁樣去沉澱，當佢咁樣去禱告，最終原來佢都見到天父嘅愛喺嗰一度咧，去幫助緊佢，去支持緊佢，甚至大衛話咧，佢每一滴嘅眼淚流落嚟嘅時候咧，彷彿都係流到天父嘅心懷嘅裏面，都係流到咧天父所預備嘅一個皮袋嘅裏面，彷彿就係天父嘅一雙手咧，親手嚟到去接住大衛嘅眼淚，親手嚟到咧去將大衛嘅心咧擁抱喺天父嘅懷中。大衛嘅記憶，天父都記得，並且咧，天父嘅愛咧，為佢帶嚟醫治同埋釋放。大衛亦都講咧，佢話：我呼求嘅日子，我嘅仇敵都轉身退後。上帝幫助我，這是我所知道的。讓我哋去發現，原來好多時候咧，可能佢都唔係立即就安靜得到個心，好多時候咧，仇敵咧會有好多嘅攪擾喺我哋嘅心思意念裏面。但係當我哋去呼求，當我哋將我哋嘅心聲去 cry out 嘅時候，去到有一刻我哋可以經驗到嘅就係啲仇敵都轉身退後，我哋就知道咧，天父幫緊我哋，天父與我哋同在。